白啊，若讲到患死神经骨髓炎，是一种自体免疫所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炎的罕见疾病。严重的时，规身躯拢袂顶袂动。为了精准治疗，健保署宣布2项抗体药品列入健保给付，按算有121位病患受惠，平均一年就会当省250万的医药费。就是这2种新的单数抗体成分剂剂，会当用来治疗患肾神经脊髓炎患者，因为临床试验证实，比较传统的口服类固醇甲免疫抑制剂会当有效控制病情，所以健保署宣布为10月1日起纳入健保给付项目。在临床实证上，显著的降低它的复发率约70到90%，因为具有给付的效益，因此获得共拟会议代表们的同意。健保署表示，患是神经脊髓炎是一种自体免疫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炎的罕见疾病，会对视神经、脊髓甲脑干造成损伤。病友急性发作时，会出现视力恶化、肢体无力、半睡、甲排尿困难，也是失禁等问题。那常常一直发作，恐惊会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增加长期照护需求。单株抗体的研究看起来，大概5年之内的复发率可以降到剩大概30%左右。每次复发对病人来讲都是一个新的症状、新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负担。那根据健保署统计，新药纳入健保给付了后，有121位病友受益。平均每一个人一年的药费大约会当省250万，健保当年支付大约2.5亿。健保署强调，今年目标希望在有限的资源之下，积极向厂商争取上合理的价格，将有临床证实甲给付效益的药品优先纳入给付，造福更加侪病人。记者综合报道。